他这样煮菜。我来呢，好呢，你等我来。会发炎嘞。对，春油啊你啊！有啊，空心菜就直接讲一空心啊。这回大家我经纪人来了啊！有无酱吗？有，到连酱你还辛苦。咱来钓鱼。比较卡条的哦，迄就是爱跳落甲解开的。我一家两个懵，伊就随阿头，教练甲我讲，你是毋是你经到头较矮？我听梁哥的时阵，梁哥是一直想要困去，因为教练就讲你爱困，然后就对，咱剩一句。好换，现在让召唤了，会让开。大家我呀出去哦，这都是会长的功能啊。哦，你打电话唔传讯息，我讲有想法，结果恁来遮，来看到恁这天天天地灵灵啊，好讲显显，再有天开，安尼是咪啦？我咧，即马哦，这，我来这里去。原本有想一看啊，好，啊，毋过伫你来进前，到时阁互阮小可拍掉去啊。哎，咱先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量看嘛，就是量看嘛，一只。阮可能你遮唱啊啦，即摆无时间讲，你豆豆磨啊唱啊。无啊，这还袂想诶。来桥还袂错。嘿，嗯，阮就想写，啊，毋过我感觉阮拄则就是想讲，这个是停留伫个，你甲讲一个，你拄则迄。就是拢伫咧第二站的感受无画面，啊，我想要一个实体的画面，有一个面，有互你感觉你看会到物件，就第一站的物件。我感觉其实咱欠的毋是第二站、第三站物件，是第一站。咱爱为第一站开始，大家才会有法度参阮做伙第一站、第二站、第三站。啊，无咱拢也伫咧天天跳，啊无踏入对。哦，我恁这想法真好，就是爱把这条歌的这个世界观 build up 起来。就不管你是为第一站、第二站，不管，就是要把这个世界观 build up 起来。啊，迄条 chorus 出来时，大家才会哦了解讲为什么伊是可爱的马啊。阮想咧中心找找温暖。我身骑白马，毋是要走三关，是要找到3年的温暖。我替伊乳毛洗肚、饲饭、扣屎、抹油、切骹茶。恁是毋是想要写切骹茶这句啊？对，无啊，无一定啊。切骹茶是谁的 idea？奇怪，是你啊？你足想要切骹茶对无？我上乌油啊。上乌油诶！这个代志是啥物？我替伊做的代志。你替伊做的代志，你替伊的付出，对吧？是你唔捌过的体验，对吧？我替你的付出，是我深刻的体验。我凊彩讲，也是讲看到我的时阵，你在想啥？我都慢慢有这个物件，你就开始有一个疑问出来啊！你会当用譬如的方式，哦，譬如讲咱大家拢有写过迄个作文嘛。较早拢啥物譬喻也好啦，还是拟人法、修辞技巧。对，就是这个修辞一点点啊出来，就是会使。啊，无你变做讲，你若要甲切骹茶、抹油、乳毛写入去，伤济啊！你会需要7、8个字，才会法度甲切骹茶讲出来。但是这7、8个字讲出来了后，你浪费这个空间，你变做讲你其他想要讲的代志，你放袂落啊。知意思吗？知。我感觉你的想法是好的，只是讲你爱留一寡空间，因为你开始会想要甲100个想法全部整入去。啊，昨我有甲恁讲到讲，取舍的问题。对。啊，但是取舍之下，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又搁走出来啊。一番取舍了后，剩的食的嘛是伤济。
我无一项物件是我想要甲放掉的，啊，要安怎？就是即摆我甲你讲，留一寡空间，或者是讲你会发现遮你想要讲的遮个代志，代表是会当用其实有一个更较悬的概念会当同胞的。哦，若是有的话，安尼你就当用这来去转化。两句话会当讲的代志其实足侪。好，但是紧的要有实际即个物件出来。还有铁啊，哦，啊，你会晓弹吉他，试看卖啊，换一个课。哦，我比较我看卖啊。系啊系啊，好，好，感谢。我来去啉咖啡咯。退价回归，退价噔噔噔噔噔。即摆菜鸟啊是愈来愈自在，毋管是因六个中，也是甲我斗阵，拢真松。啊，就是讲放正开啦。这放互开吼，对写歌来讲，一定是有真好的帮助。菜鸟啊，干巴爹！来继续，就是即摆无啊，即摆爱到一只啦。你讲，我是挑工讲吼，生日有啥物了不起啦？这前旋吼，应该是失望到底啊吼。哼哼，若是看到我甲鸡两个摕出来，应该欢喜到飞上天。大家和我家己会当身体健康。哇！第二个愿望就是农业会当顺顺利利。顽强。第三个创你的心肝内。哇，这暝真正是欢乐无法挡。手咱条条开，拢放好去，放好去，饮好酒醉，毋过伫欢喜的背后，有真侪无法度控制的代志，准备要来考验菜鸟哦。即摆头一个就是即个落袂停的雨啦。头一届外景就拄着4年一届海葵风台来乱，风大雨大嘛，毋知发生啥物代志。全剧组20个人，今仔日全部在营休息。风台正经来啊！照规定，咱是袂当翕的，全部摄影师拢当咧翕。啊，毋过灵感即个代志，也袂因为讲风台来毋来就冻点的啊。所以咱菜鸟吼，就自立自强。摕 GoPro 家己翕者，应该是可以了吼。分享，我们现在在大确诊。什么大确诊？你们有吗？没有，你们在大确诊啊？大家好，今日是台风假，互恁看一下外口的目前的花莲，迄风透甲足大个，哦，规暝拢马到困。啊，还有就是我确诊，风台4年无来啊，心情都无好，我想要看到日头。啊，甲因介绍一下我今仔日咧困伫我边仔的人，是我的吉他。今仔个人我的吉他陪我困。录节目以外，嘛是爱处理一寡外口的代志。像我即马就咧写研究的
计划。全部就是拢靠勇气这两个字啦，就是有这两个字，才有遮甜济故事会当发生伫这个所在，啊，嘛会发生伫你住的身躯顶。今天便当时间啊，食饭的时阵爱来，验爱有收一个风台歌，无问题。风台歌。再会，再会。拜拜。好，大家好，咱即马要来写歌词。对，就是咱下晡5个人做伙讨论的。小可爱，一直哦，第一小可爱小可爱啊！因为我不该讲话有一个部分啊，即几档啊，包括来录节目，其实我拢会感觉我讲话会注定去得失着人，变成讲我伫遮我会变成毋敢讲话，但是照来讲，我应该是爱得失着人较对。不因为我本人私底下就是一个乌面的人。伊会当感受到我的感受。来是只马，会使来签名。咱写的咱两个人斗阵写的。伫山脚的溪流边拖着一阵小可爱，这个村民甲因大家嘛有熟悉。你大大的目睭认深深看对我的心肝来，你知，免讲你就知。才有一只马，带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。恁写歌找伊来斗相共哦？嘿啊，做个咧。伫山脚的溪流边，拖着一阵小可爱。确诊啊！为什么会澎湃？啊，先讲有啥物其他的想法无？你讲 MV 哦？嘿啊， Excellent。还是歌啊？哦。你真正做好你了。滚走。安尼你就是导演，你绝对无啦，你绝对是你着念名书啦。Excellent。你就是爱做念名书。Excellent。让我 Absolutely。结果只是手机。哎，抓你前一次客话先抓啦。啊，恁写歌找伊来斗相共哦？嘿啊。咱的灵感伫遮。做个咧。山脚边有一间小马，着有一阵小可爱，伫遮秀尾溜。哭咯，亲像咧跳舞。大大目睭深深看对我心肝来感受，你讲免讲，你就知。教练行路的背影引我心感慨。训练马术的步数，一摆搁一摆，想着爸母教咱的嘛是一步一步来。山脚溪流边，带着一阵小可爱。这是看饭的，看饭的。看饭伫咧休课。小感冒。伊身躯无爽快，伊无爽快。系了，有搞。确诊啊！确诊啊！痛苦啊！我痛苦啊！无要紧，安尼咱你来甲讲啦，就是咱等我甲有一寡问题爱甲恁讨论者吼。好。恁遮的歌词，我感觉开始有恁开始有一寡想象出来啊。你头前开始踏一个环境出来了，结出一个想法，一个感情啊，引人入胜，华语在讲。入来啊了，门拍开后会看到物件啊，对吧？所以写歌的时阵，恁歌词即摆开一个议题了，你无去做一个收尾，譬如讲遮，深深看对我心肝的感受。哦，唔知感受是感受咧，
感受无去。我当咧等讲，哦，你伫即个袂歹的环境有一种感受，感受是啥？我想要继续听这个故事落的时阵，无去啊。啊，如果开一个新感慨，如果感慨啥物咧？写歌吼，你要有一个角度，一个对象，你有一个清楚的对象，听歌的人才会知影这个故事安怎行。准计，你这有学 melody 无？有啊有。你唱看卖，你唱看卖。我写一段。伫山脚的溪流边，带着一阵的小可爱。这个村民因大家拢嘛有熟悉。你大大的目睭认深深看对我的心肝内，你知？免讲你就知。才有一只马，带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。你毋是普通的马，不管你几岁，咱拢是结安的宝贝。好听。这melody好听，但是甲恁头前写脏写的迄是两回事，你有发现吗？你毋是普通的马，不管你几岁，咱拢是结安的宝贝。无共款。真正是爱快乐。头前恁原本是才有一只马，迄是快乐的气氛，但拄则听歌的时阵。参恁家己安尼在听的时阵，拢毋是迄种快乐欢喜的状况啊。笑。你的melody，你搁唱一摆，搁唱一摆。伫山脚的溪流边，带着一阵小可爱。这个村民因大家拢嘛有熟悉。你大大的目睭认深深看对我的心肝内，你知？免讲你就知。哦，好听。好听。但是咧，我感觉这条歌，这个 melody 真适合做恁菜鸟啊迄条完整的家己的歌，我感觉袂歹。啊，情宣，我感觉你即摆状况，顶多是你上自在的，你上自然的。但是你爱记哦，咱买场这条歌，你爱去做一个。演出啊设计是一个动态，所以你爱编舞，迄是你的专长。迄天咱嘛有小可我看你一寡感觉在试，迄气氛是好的，会记的。但是伊在写歌写melody咧弹吉他的时阵，迄个节奏你敢会跳者？无呢。跳袂落。对。跳袂落，为什么你袂甲伊沟通呢？恁是一个 team， 好不好？恁是一个 team， 这我就感觉足奇怪啊！咱私底下，恁私底下甲我讲的时阵，拢会甲我讲你真正心肝头的想法啦。你让我，我让伊，准计你嘛是你会让，你会让讲啊，我歪做一个哦，敢若拢我的想法。但是你本来你对美乐的想法，你就较熟手嘛。你拢歪讲好啊，大家物件拢做好的啊。我就无要紧啦，疑问你咧，你对美乐的想法咧。你就免让出来。问题是伊根本对这伊就上惊啊！伊专长的代志是伊对文字伊介意。哦，伊知影要安尼讲故事，结果你直叫伊要唱melody，毋对啊！啊，伊你嘛拢歹讲，你嘛一直想要缀着大家的骹步，毋对咧，咱无需要变一个专才。尤其咱有6个人咧。咱6个人也着安尼，大家拢专才，要怎啊？无就规个拢单飞好啊，对无？合作创作、集体创作这件代志宝贵的，就是讲大人会甲互相的优点拢捡起来。啊，甲你对，我一时看袂出来你伫对。遮我嘛有参与。你的体样我看袂到伫作品内底啊。
你讲即句歌词是伊写的嘛，通伊写的嘛，通谁写的拢通，但是袂感觉讲这是你王爷家写的。放开，放开，毋是讲咱用讲的放开，是真正你爱甲心的感受去放互开，莫用一寡伤过理所当然的想法来去处理遮的代志。你对代志嘛有观点嘛，但你的观点无出来。应该讲我即摆个性就是安尼，我嘛无讲我是假还是安怎，就是我真正我心内想法就是安尼，所以嘛唔知讲要安怎改。因为你在乎，因为你在乎，所以你们被绑住。因为伊无差，颠倒伊放上开；因为伊无差，颠倒伊学上济。创作就是安尼，见山有缘过是山。所以你看，你其实我有发现到讲，咱6个人的优点伫倒，尤其看饭伊对规条歌的 picture， 伊较会晓去想迄，直接沟通啊吧。好 ，fighting， fight， get a fight。坚持考对。是时候该拿出真正的专业了。好，好不好？你甲遮这2个得去修咧，主体甲迄个问题修，莫用遐老的字啊，你莫感慨啊，莫搁感谢，莫感慨。啊，所以你这文字，唱出来，想 melody， 想 melody 唱出来，分配，节奏莫走去哦，这走啥啦？马场的快乐的节奏。好 ，OK。你是毋是爱编舞？对。想一个表演，我足惊伊写melody写有个偏去。我这爱行歪路的啦。哎，你甲掠的，你做你的 melody， 你会当编曲换苦，迄拢无要紧，但是你甲伊的节奏掠好。好，甲这编好。好，安尼今仔日这就会当完成。会使。你嘛差不多爱完成。好。啊，你这就爱至少这部分会当1拍2拍2遍主歌应该就有啊。好。start。OK。start。了解。来。所以你后壁要大。那是大较好是。啊，我家己避暑是因为可能我有时阵讲话想较慢，要讲出一个想法，我爱想真久。啊，毋过大家讲话节奏就是拢啪足紧的，啊，我可能有时阵也未想好，大家都已经换后一个要讲的代志。大，起点袂歹，就足先恁拄来，有你甲主体换做恁6个人，恁6个来遮的状况有一种冲突感，冲突感出现了。副歌就是阮是6只菜只 ，We introduce ourselves to you。阮是菜椒啊，阮是好棒棒的菜椒啊。这个架构大概有了哈。发挥，抓准哦 ，grooving 2条的。我咧想讲主歌的节奏敢要变一个？会使啊，无问题啊。会使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你后面那个应该是会重的，听起来应该是重的。然后你主歌会是怎么样？主歌就算轻也不会是那种，无可能嘛。无你后边是要安那对。grooving， 同时讨论啦。哦，所以会当同时进行，你可以唱看卖。一大大的目睭，刻着我小小的身躯，对伊跳舞，这是我心内澎湃的感受。继续创作。这是我心内澎湃的感受。5只菜鸟啊，敢若是已经甲歌写出来哦。还是搁有想要改进，我看搁会当较悬的。你要较悬的哦。你讲想你要讲阮查甫人哦，你讲什么想当？节奏。这看饭、看忧啊。亲像在跳舞。大家好，阮今仔日总算甲歌写出来啊，所以我想讲要先歌一寡物件先等你去电脑内底买咧壳底，咱加一寡新的物件入去。有啥拍袂开？我先来处理。
若有啥物进展，我再去甲大家分享。笑无问题，我感觉伊有问题。这条歌还有欠一寡所在和声。会 hit MV 无？导演，导演。这有一只马，带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。这5只菜鸟竟然伫看饭破病的时阵，甲送互马场的歌写好啊！一听起来阁袂歹，毋过看饭这关。你大大的目睭，着着我小小的身躯，对你跳舞，这是我澎湃的感受。教练训练要顺的步数，是一摆搁一摆。想着爸母甲咱，嘛是一步一步来。才有一只马，带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。你毋是普通的马，不管你几岁，咱拢是隔岸的宝贝。我哪会感觉这条歌插合音嘛，拢已经安排好。我一个空间会当发挥吧，你无可能就是恁全部做做的，啊无我的部分伫内底，安尼讲起来就是嘛佫做奇怪。我想一个哦。好。这可能是伫迄个。倒一。数 melody 还是教练训练美术的步数是一步一，是一摆搁一摆，就是笑无问题，我感觉伊有问题。就是字爱小可改一下，你想要？就是我感觉你也为，这是我，你去句是啥？这句澎湃感受。嘿，澎湃的感受，一只就接过教练训练美术。对啊。你要共款的，是？你是直接接过嘛？对啊。我感觉安尼就奇怪。这个。嘿。所以要教学。就是因为头前伤美嘛。对。就头前较美。因为头前是。教练训练美术的步数是一摆搁一摆，软又袂不甲人，是一步一步来。就叫做后壁就是无要让啊，我就是要做我原本要做的物件。那呢，你明？不过这条歌还有欠一寡所在。欠啥物？需要。你较厉害的所在来斗相共。你想要加伫对？加。我惊甲抗饭同一组，抗饭就会感觉，我感觉安尼无好，应该是爱改一个。抗饭会一直甲即人用伫家己的身躯顶悬，毋过咱其实嘛会当分配。和声。你讲伫主歌内底嘛是？规条啊。和声的迄个，看要想要唱啥，要配倒一段，还是要加，可能大家当唱小可无共款的声部啦。因为我和声我真正是无法度。来，目波。这俊杰正经是目色好啦，看气氛淡薄仔怪怪，随叫看饭怪设计合音。我要安怎互大家听到？你们要发表这条歌。这条歌发表。要安怎发表？爱 hit MV 无？好，感觉会使会使。会使 hit MV。精选向甲话头踅去 MV 遐，大家嘛真配合，开始讨论起来，
这气氛哦，加留一歌咯。爱当做多诶，导演，对导演，导演，导演。会当加压去。啊，你家己导家己教可能会较顺咯。对对。安才会较顺。我会当编舞啊，你会编舞？对啊这只我编舞。跳大家跳啊，大家跳啊。啊，啥物人要翕？大家跳。我啊，你会？无我嘛来翕。我讲你两个定来摕GoPro伫遐行行，我都无。无阮两个来翕啊。哦，安尼我就是受恁控制就好。哎，出去。我互恁控制就好。安尼咱对迄个影像的部分有啥物想法？要安怎翕？我感觉是会当翕高水的迄款。高水。比如安尼，对。哦，大家做伙安尼。安尼。做伙摇，做伙跳。摇来摇去安尼。做伙跳你编的舞。对。哦，爱当一直换背景。会使。啊有啥物背景人换？没丢啊！板凳遐啦，板凳遐啦，KB。哦，惨。田骨乌那骨乌嘛袂歹啊。掠鸡，搁要掠鸡哦，你搁要掠鸡？掠鸡伫遐。掠鸡应该是毋免，我敢会当找一个，就是因有吉安这两个字，会当对。有一个缤纷吉安，会使。往去咯，会使哦。那差不多啊。所以马场灶骹啊个蚵仔田个溪边啊个有啥物老高的无？吉乐。吉罗哦，咱的吉罗，会使，咱应该差不多。哎，差不多。啊，你对你的舞有啥物感觉？有想法袂？就是高水，卖上困难的迄款，哦，就是会当阿公阿妈嘛会当做伙跳的迄款。要试看卖哦，来跳一个舞。好啊。叫一只马，叫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。你不是普通的马，不管你几岁，拢是吉安的宝贝。要变吗？大宝兄伊的电脑救大家牵油。这台电脑我原本是早来要看剧的呢。哎，即马，互你的电脑有一个另外意义，增加着菜鸟仔的气味。这台电脑我做过2张唱片，行过金曲奖星光大道。哇！就是用这台电脑做出来。那呢，阮菜鸟的歌会镀金哦，镀金哦。遮有一只马，带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。你毋是普通的马，不管你几岁。啦，再一个。怪你目屎，小马带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。水喷喷。尤娜，录了感觉安怎？录了感觉就神奇的，这就是咧做歌。咱即马因为我是咱翕 MV 的导演，我是导演王家，嘛是要教影片的人，所以我即马就是咧想，画面的一寡部分，我咧画迄个分镜。大家应该拢看无我到底咧画啥，我就是咧想看卖，这画面因为一定爱先写出来，无明仔载要翕的时阵，一定会足乱的。我告诉我，好，我来继续说。你等下是要站这位置吗？还是要再后退一点？1、2、3，跳。可以再一个。再一个。我站不稳。可以啊。这样我就是要在。但现在只有2个8拍哦，所以你是要按那直接叫来的跳。对，底下下来就 A 啊。
只要叫来就 A。对。安尼咱跳舞，你阁有2个8要创？咱敢阁有2个8？有啊，咱即摆2个8尔呢。只2个8尔呢，就哈1个8啊，啊跳来冲过1个8啊，啊搁2个8啊。毋过我做的一个导演，我压力上大的所在，毋是讲敢会当教好势，还是影像敢会当翕了好。我压力上大的其实是大家的情绪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鬼！哎呦，我爱去啊！哦，我觉得好像可以。可以啊。要不要就这样？哦，导演讲会使就是会使。我讲会使。导演你讲好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好。伤热。三个落雨。我手无好做。今日我换我的辛苦咯。因为日头真正足大的，我想讲哦，大家看起来真正足忝，而且阁有人破病。2、3，可以，会使。后一个。后一个。伤大啦！伤大。左边右。跳错了。不管你几回。全场敢若我唔知歌词我想要抱抱。好，按好开头。摇嘞摇嘞摇嘞摇，安尼啊。伤大啦！伤大。左边右。跳错了。因为一个快乐的 MV， 大家一定爱快乐嘛，无法度假。所以我就是大家翕的时阵，我就讲来做伙唱，做伙跳，就是爱带动跳的这种感觉。1、2、3，才有一只马，带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，你毋是普通的马，不管你几岁。拢是给咱的宝贝。啊，好难啊！那个后面一走，整个没办法思考。还是你就一直摇就好。还是你摇？我觉得我摇就好了。啊，我们2个往前一点跳，这样。对。不管你几回。安尼就好。再左边一点点。左边一点。你的线会当跳。OK。好，准备哦。好，5、4、3。车跨过，啦啦。哦，右，左，右。不要。加手倒手，加手倒手。再拼了，做慢啊！啊对，愈较中的，愈较低，继续好。啊你呢？一直调整。好。我去踅踅，我甲你做伙。你大大的目睭，映着我小小的身躯，对伊跳舞，这是我深深的感受。哦，讲我嘛，耶。哦耶，好。如果咱想讲，希望大家会当较快乐的，因为其实咱是咧做一个互买场的歌，啊，这条歌就是一条足快乐的歌，希望咱会当表现伫咧 MV 内面。这 MV 是袂歹啦，啊，毋过吼，就是欠一味。恁三个爱坐。感谢邀请，今晚呢就100分咯。快打，快打是啥物？他会跟你讲蓝，画蓝。快打的这边，来，趁机会甲你介绍。镜头的这边叫做快打，镜头的这边叫做莫打。伫遮看，还是为迄边看，快打、莫打位拢是固定的，因为快打就是观景窗。莫打就是因为大机器有无？它那个莫打伫遮，
哦所以那个位置是固定的，伊袂走，不管你是位置向还是位置向，所以你就袂讲，特别拢伫遐讲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哎，往右边一步哦，你的右边，我的右边，你面对镜头的右手边啊，但是你就，哇，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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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几？耶这里哦。高追欢喜。高追欢喜，高追欢喜，耶！这是哦。一双 Q。一两三，咱拢是结安的宝贝。啦啦啦。你有歌词无？我发现我若嘴无叮当，会少戆的对无？对嘴，对嘴。哎，你唔是普通的要。全场敢若我唔知歌词呢，啊，恁制片无做大字报。无咧。因为咱拢记伫头壳来啊，这是咱的歌。哎呦，会晓弹歌。你唔是普通的马，不管你几岁，咱拢是结安的宝贝。啦啦啦啦。上 Q。好，队长，来，1、2、3，菜椒啊，贝贝贝！我给你弹 U 这是散沙。等你卡姐，我眼皮就加好啊。哎，卡。还不错哎。大部分加了的感受如何？还未加了，继续加。差不多要加了吧？差不多。咱若一条歌甲录了，上重要的工课是啥物咧？到底是啥物？一条歌录了，后壁还有足侪工课爱做咧。咱来看即摆即个查甫人伊认真的眼神。我即马就是感觉大家声拢都差的，我要留存吉他，我先调吉他，你看调了还讲。波光粼粼的部分，我的黑眼圈就重的，以下就是素颜啊，不要紧，我已经素颜就侪工啊，伫这个 GoPro 内面。卖遐口水，听起来就是真正足欢喜的感觉，会足想要笑的。哇！希望大家拢会使喜欢咱的作品。好，安尼我就继续讲。哦，夏迪林 ，You are so red。来，你做普通是红。 You are so red。我重量哦。哦。谢谢。哇！啊，你大点会来。炸就这个电推条。那什么人要做啥工课？什么人要做啥工课？我想要爆爆米花。啊，安尼我开始。好啊。安尼，顶爆米花。咱两个迄个啦，红迄个啦，大电视啦。哎，这就大，安尼我跟你讲。好，我先把这装好诶。好啊，食。这间我先装好。电刷里啊。啊，零地啊。大宝厅，我发个大宝厅啊。大宝厅。 SOS 咧，真啊，哦对。电会，这个电会。这嘛是电会。嘿，啊这嘛是。这嘛是电会。嘿，啊这金葱。金葱啊。恁安尼袂歹呢，算即摆。爆米花呢？会当食，会当看过当食。有食有食。安尼就对啊啦吼，毕竟咱伫遮呢，对吧？大家甲咱照顾，即摆是话恁爱做一寡爱互大家的，会加哦，爱互大家欢喜。好，一定欢喜，一定欢喜。队长啊，爱活得好诶，无问题。爱有一种温馨，但是佫热热，会当感动，但又佫欢喜。出你的本色。对，好不好？你看阿成教练甲斗相共较济，啊个遮阿姨、遮阿伯阿姨们对无？就温暖的。呀，好，动起来啊！
你讲要找我怎？你帮阮倒位往这大电视啊大电视啊，因到时坐位调食，因为还是放伫遐，电视遮，遐，放后边，放后边好无？好啊好啊。哇来啊，咱到帮用。等因甲迄个刀啊撬出来，甲迄个饭饭面迄只根尾较甲拍出。哦，这只。哇，那应该袂倒，应该是会使啊，爱换边。哎啦，嗯。哎呦，这袂流汗啦，对吧？卡标的。哦，会有呢，要安尼我不想我帮你斗搬。哦，哇，我帮你啊。哎呦，那再用哈。好啦，你搞进来啊？哎，对。这是黄油。哦。哦，黄油。全空诶。哎，健康诶。伊会变做一个长方形，伊会变做一个四角形。好。哦。会紧的啦，减你一个，大家这溜仔拢搭起哩。好。爱救哦，伊这有重量，爱平调呀。来看，安尼。摇嘞，安尼。摇咧，唔知爱偌久咧？我唔知呢，敢有写？应该是无啦。下地灵。啊？爱放偌久？看伊啊。看伊。看伊心情哦。唔是啊，你放好4月就开始放啊。好。咱的队长即摆分身乏术。你晓用吗？会啦，你有教过吗？有啊，较济。你在跳？摇嘞。啊，你有教过无？有啊。有啦，会使啊。你袂当干那用信任做代志噶。我信任我的队友。就是安尼才出代志，你知哦？这条料就出掉的。真有一张嘞！我是刚刚加的，怎么去显示？你妈的！你喜欢的是掉。会拍架啦。你听得懂？对。来，我手搁伫遮，放电，看手啦！我感觉一排嘛，莫排伤济条呢。我感觉中间才会当留一个通道，豆芽机伫遮，中间嘛互豆芽机炸咧，所以不如中间留一个通道，互大家行。哦，会使哦。哇，这是顶啊嘛要安怎做，才会较紧啊，较美安尼。啊，我保证就是伫房间内底先休困。哦，恁听我的声就知影，我这几工最艰苦的。啊，就是规身躯拢无力啊，背无啥会疼。